一個年薪過百萬嘅高管，為咗綠卡，竟然會願意去做物流倉庫員。今日我會用11年嘅實戰經驗同你分享我親手處理嘅真實案例。好多人其實都以為自己擁有光鮮亮麗嘅履歷嘅話，就唔能夠考慮 EB3 Unskilled 呢個方案。一來佢哋會覺得唔啱自己，二嚟會覺得我咁嘅身份、咁高嘅學歷一定唔會批啦。但係事實又係咪真係咁樣呢？我哋不妨一齊去睇下以下兩個嘅真實案例。第一個案例 A 女士，香港銀行業嘅一個高管，佢都係碩士畢業，而佢年薪係超過100萬嘅港幣，但係佢最後係冇選擇80萬美金嘅一個途徑，反而係選擇咗做 EB3 低技術勞工移民。而最後喺2023年嘅時候，佢同全家人順利獲得綠卡批核。對佢嚟講，揀呢一個方案嘅理由有3個。第一，佢唔需要冒80萬美金嘅項目風險；第二，喺排期嘅期間，佢可以繼續累積佢嘅資產；第三，工作環境相對輕鬆，強度唔高。我哋再睇一睇案例2 B 先生係內地出世，而係喺美國名校嘅碩士畢業，而今年同樣地係獲得咗 EW3 低技術移民嘅簽證嘅批核。對佢嚟講，選擇呢一個方案理由都係有3個。第一，佢大有可能可以透過喺美國當地做 H1B 去做轉換身份嘅程序，但係佢認為呢個係運氣嘅遊戲，風險太高，而且唔可控。第二，佢都係冇辦法承擔到一個高額嘅方案，亦都唔可以去做到 EB1A 或者 NIW。EB3 雖然個排期長，但係相對穩陣可控。我哋就從呢兩個案例可以看到，即使係一個高薪厚職嘅管理層，或者係擁有名校碩士嘅畢業背景嘅人士，我哋都唔能夠一口咬定唔可以考慮 EB3 Unskilled。咁可能你會問，咁點解最近國內有啲碩士學歷嘅申請人會被拒簽？其實係咪真係單純係因為學歷嘅因素呢？我憑藉11年實戰經驗，專責做法律文案實例去證明一啲嘢俾你睇。其實細讀 immigrant intent 移民傾向嘅話，呢一個法律上嘅字眼，或者就係呢一點嘅細節，就會成為咗你最後嘅一根救命稻草，亦都係獲批嘅關鍵所在。今日喺度分享嘅係咁多。